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初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检察官所在台中市牵涉着开药啊，互人食较严重毒迄2间中医诊所，还佫有顶手的药商，他成同中医的负责人收押禁见。昨早起有中国军方的飞机飞入来到咱国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未受美国空军的侦察机嘛飞探过巴士海峡。早起大学入学考试放榜，录取率是91.14%，是近来3档上届悬的一档。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尾暗仔，台中市检察官会同卫生局去到牵涉开药啊，互人食较严重毒迄2间中医诊所，啊，佫有因顶手的药商的公司所在。早起检察官也主张，这2间诊所的负责人甲药商有调剂禁药卖人的罪嫌，已经甲法院申请收押。其中成同中医的负责人李世明，佫有药商2个，确定收押禁见。台中检调会同卫生局人员，然后尾仔嘛启动搜索，除了前后部署含签中药的县同中医，还佫有伫北区的九富中医以及顶药药商，除了带回相关的基证，县同中医负责人吕世明、九富中医的洪姓医师以及药商，嘛被带回侦讯。检方认为3个人犯罪嫌疑重大，想要向地院来申请羁押。涉犯药事法。那以及呢相关的伪造文书、业务登载不实等罪嫌，当然也有伤害罪这边的问题哦，而且有湮灭罪证和勾串证人或被告之余。检方指出，自杀已经是禁药，不过包括2个医师以及药商等3个人，还是使用调剂入药，了后有回收禁药以及隐匿用药记录，有明显灭证的行为，因此申请羁押。而卫生局表示，为3号到6号有20个民众，甲34件检体送验，嘛呼吁若是对服用的中药有疑虑的，会使将检体送往是安处。请备妥足够检验数量的完整中药包装，携带身份证、印章、购买凭证，至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送验。他说要做外用的，我们也当初想说他送给人家的。中心会到中药商，头家牛低调表示，2年以来，县同就想买一朱砂，表示要来做香包，伊讲无想到会加入去中药内底，而风波是愈滚愈大。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嘛表示，对着朱砂入药的行为是无法度来接受。可能是为了处理某些比较困难的疾病，使用到这些药物，想要有所突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违法了。工会表示，将禁药掺入去内服药就是违法，嘛宣布解除吕世明的工会职务。目前台中市卫生局对着姓同重罚50万，停业2个月，几乎是重罚30万，停业1个月，是不是还佫有更较侪人受害，就会等待检验结果。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搁来讲，3年前，台南地方法院门口有一个负责人，甲伊所聘请的律师，去互因翁婿赛车吊工吹油门，弄甲不幸过身。犯案这个姓洪的男性，一二审拢判死刑，经过最高法院发回，早起经1审换判无期。原因就是法官认定伊犯案了后留踮现场，算是自首，嘛考虑到因2个囝儿的将来，才会改判。姓李的查某人甲律师黄正雄行出台南地方法院的时阵，李姓负责人已经无大做伙翁婿洪东兴煞赛车甲因弄，造成2个人拢死亡的案件。洪东兴奉照杀人罪，互1审甲2审的法官判死刑，但是最高法院发回台南高分院经审，初7经1审宣判洪东兴改判无期徒刑。被告犯后确实有打电话报警，在警方发觉肇事人之前，被告有向到场处理的警员自首自己为肇事者。改判无期徒刑的关键原因，就是经1审的法官认为洪东兴自首有效，伊伫咧犯案了后有想要叫救护车，但是卡唔到先卡110了后才卡119，加上伊犯案了后留伫咧现场，符合自首的条件，会当减轻量刑。加上考虑到其他的犯罪情况，亲就是伊2个后生查某囝上好的利益，最后才改判无期徒刑。合议庭审酌本案属于冲动型、临时起意的杀人犯罪，被告爱子女、赚钱养家，不是懒散成性的人。被告希望，但是无力弥补被害人家属的伤痛，所以依照刑法第62条前段的自首规定，减轻其刑。这件代志嘛引起司法界的批评。甚至有律师发起无愿意做洪东兴的辩护。
不过去年12月，台南高分院法官侯定昌嘛做出司法界头一个裁定，经一审定诉的时阵引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认为应该保护红洞乡囡仔的权益，而且佫组成下科学人员团队，鉴定这个案件结论会变作量刑重要依据。记者做报道。关心前线上届新的消息，昨早起有中国军方的飞机飞入来到咱国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内面，空军也即时公布将对方赶开。未手美国军方的侦察机和海上巡逻机嘛飞探过巴士海峡，可见双方交锋对垒是真密切。国际媒体 Reuters 也报道讲，美国可能会考虑搁卖咱尚无4只海面的无人侦察机。中华民国空军总部为台湾西南空域超入3000公尺的中共必须注意，逆侵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完成脱离。根据军事媒记录，7日早起8点外，有中国军机出现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ADIZ， 空军马上公布个距离。较合时到9点外，军事媒也记录到美国空军 RC-135侦察机通过巴士海峡。10点外，佫有 P-34反潜机经过，加上前一暗以8C联合车作战机飞机进入巴士海峡。伫西南空域14年了后，登去甲手立基地，看出美中双方进出这空域的频繁程度。那有关于在西南部这些情况，我们除了情况能够掌握之外那第一时间我们也做了相对应的一些必要的而且很适当的一些应处。美国展现它的意志而且外交上、军事上一个复合的手段，向北京传递明确的战略讯号。它最大用意就是要维持区域的稳定跟和平。根据军事媒统计，7月份除了自时甲32天以外，逐天拢有美国军机通过巴士海峡，各种机型加起来，总共有152架次。台湾空军至少11摆公布驱离西南空域的中国军机。另外，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政府拍算卖至少4只海上卫士无人机予台湾，估算加上训练甲支援等费用，总价值差不多是6亿美金，合新台票176.3亿。传统上是美国只出售给就是北约跟非北约的盟国所以这象征台美之间的安全的信任关系是又更深一层了。对军售案，国防部无做评论，不过学者指出，海上卫士应载防卫性飞弹，针对敌人就坡攻击发挥压制效果。过去就英国、意大利、澳洲、日本、甲南韩等美国亲密朋友被运准备美国国产的无人机，所以这项军售特别引起关注，也牵动中国的敏感神经。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进前有27个民众踮中国厦门做台湾人社区内底主任的助理职缺，去互内政部认定这是违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甲因罚金。对方也不服，但高等行政法院是认定因的工作无牵涉到政治，判决内政部败诉。内政部表示，为着国家的立场，会阁上诉。陆委会这边嘛讲有赞同。大家做伙来防疫。住伫中国厦门的台湾人，嘛伫咧海沧大胞社区协助防疫宣导、甲翕影片，记录家己做喙暗等等的防疫过程。现在防疫是很艰困的时候，大家共体时间。毋但是防疫，台湾人伫咧中国，伫咧几啊年前就开始协助管理社区，也阁会办座谈会，做伙讨论安怎推动社区才会进步。因的职务就号做社区主任助理。另外，有27个台湾人，甲中国厦门海旅海岸服务有限公司签劳动契约，驻点伫咧海沧区的社区。内政部认为因违反两岸的条例，一个人罚10万块。不过因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调查认为讲，职务内容无政治性的任务，禁止无符合比例原则，判内政部败诉。我们会提起上诉因为这个所有的行政处分都是依照两岸条例的相关规定，也经过了会同相关的机关那一起就这个查证的部分做出处理。法院判决指出，救治共识敢是存在，毋但两岸之间意见无共款，伫台湾内部嘛是朝野之间真偶有共识的政治议题。若是因为政权交替、地区政策改变，恐惊会互民众毋知要安怎才好，所以判这27个人免罚。另外，内政部对判决的结果表示遗憾，为着捍卫国家立场，会提起上诉。也若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支持。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台湾是法治的国家。我们对于国民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多依法行政，而
相关的司法判决还没有确定，我们支持内政部上诉的决定。支持内政部上诉的，也阁有陆委会，因强调讲，这个判决无重视中国招聘台湾人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设定认同九二共识的政治前提，营造统战的气氛，对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造成负面的影响，是感觉真遗憾。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香港，昨公布一桩武汉肺炎的病例，讲是台湾过去50几岁一个女性。不过因为伊隔开观察健康的期间捌偷走出门，但是暂时列作香港本土的病例。总是医师嘛分析讲，去算病毒晓点人体内偌久才会起症头，拍算就会当断定伊是台湾还是香港感染到的。有一个伫台湾北部来的50多岁女性，前日来去香港，入境的时阵第一届采检是阴性，后来居家检疫期间，家己离开旅馆，去互拿查了后，第二届采检却出现阳性，感染源唔知影伫倒。针对这件代志，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明表示，这个个案伫咧香港也是台湾感染的拢有可能，不过伫咧台湾致病的几率较悬。他在台湾的时间可能是可以感染时间大概是4、5天，在香港可能是3天哦。所以两边的期间其实是差没有很多，哦，那你如果以数学来看呢，在台湾的机会就高一点点。黄立明表示，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上短2天至3天，上长超12天左右。若是这个个案7月27日入境香港了后就落跑，伫咧香港感染也阁有可能。不过若是检疫了2、3天才逃走出去，8月初2就确诊，潜伏期真正是伤短啊，无啥可能是伫咧香港感染。一般我们是抓3天，可能是最短的潜伏期啊。所以他可能要在进香港1、2天里面就出去，就接触到病人，那这样就比较就潜伏期就算得过去。不然的话呢，他就有可能是在台湾被感染。专家建议对个案所有接触者进行核酸甲血清检测，若是有人是阳性，得当查清楚感染源。若是台湾指挥中心嘛，对个案伫咧台湾的接触者进行追查，了解敢有症状，再个评估敢是排除伫咧台湾感染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北市政府配合指挥中心的规定，当然宣布民众出入公共场所，喙烟就要挂。一礼拜的宽道期过就会开始掠，唔只系即阵嘛开始有袂少民众，佮赶紧要买挂喙烟咯。另外，公营的室内场所入馆的人数限制，当然会开始切互较降低，一摆袂使放伤侪人做伙入去。疫情指挥中心顶一日宣布，8大场所一定要挂喙烟。台北市府嘛缀咧办理，要求民众出入公有菜市啊等等的公共场所，都要挂喙烟。有一礼拜的宽道期了后，就会依法来裁罚。喙烟的需求量日头增加，透早伫咧信义区的喙烟贩卖机头前，就出现排队买卖的民众。看到今天真的很多人在排队，觉得应该要囤积一些货量。很方便，而且又很快速。如果很多的地方都设这样的话，也可以便民啊。后来发现，好像排队的人潮又回来了。24小时可以买的口罩自动贩卖机，但是比较方便。即马喙烟贩卖机佫开始有生理啊！台北市府为15开始，会甲6台喙烟贩卖机刷去捷运站试卖。为着防疫，新北市嘛要求后礼拜入去市府的人爱挂喙烟。市长侯友宜嘛一直讲，普遍体检是一个风险。不过郭文德认为讲，敢有需要普遍体检，都要看科学的证据。即马身份是市长，无适合凊彩回应。这个都要有数据啊，有数据才能够估计说我要花多少钱，效果多少，这个太专业了，所以这种专业的题目我就不会在这里乱讲。全面普筛，再加上最严格的居家检疫以及住址健康，建构3道防线，确实能够有效的管理。这是我以及很多专家学者的一些看法。台北市会加强防疫的力头，公有场所嘛减少会当入来的人数。台北市动物园的室内馆，初6开始是用每10分钟互100个人入来的方式来管控。初10开始，市立运动中心会限制100个人入场。健身器材嘛采用让时间的方式来使用。若9月初5要开幕，举办头一个卖票的演唱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会伫咧22举办5000人满场压力的测试。台北市文化局表示，目前会如期举行，嘛要求工作人员甲民众配合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本地宣布要开放所有的外国学生入境，尾也佫转变讲中国学生同款袂当来。但早起一个争取境外学生权益的团体，就去到教育部门口抗议，表示这是政治操作。因佫主张讲入境就要带防疫的旅社14天，开销3、4万块，对因来讲负担实在过头重。补助境外学生，补助境外学生。
要20个境外学生来教育部的门卡口，抗议开放境外学生来台湾的待遇是有真大差别。批评跟中国学生去用排毒，根本就是政治超过学生的受教权。教育部作为学生和学校的主管机关，却迫于其他部会的政治考量，让渡学生和学校的权益。台湾教育谈何自主？就算讲会当来台湾读册的学生，不过入境的检疫费用真悬。根据境外生权益小组的调查，全台湾超过70成的学校，因安排的防疫旅馆，每工的价值大小费超是2-3千块，15天的费用平均爱开3万块至4万5。部分境外学生认为讲，金额收悬，真正无法度负担。按照每天3000块计算的话，一天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相当于一部分学生半个月的房租。现场社员的境外学生认为讲，受教权无应该有差别待遇，干那排除中国学生，根本就是考虑到政治。若是教育部长潘文忠是回应讲，两岸事务的主管机关，因为考虑到目前两岸的政策发展，特别伫咧这个阶段需要搁斟酌，教育部是尊重因的决定。针对境外学生就学的权益为何，也是会继续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政治的消息，立法委员牵涉收人乌西这条带，其中无党的立委赵正宇100万交保，时代力量前任的党主席徐英明80万交保。检察官这边也表示不服，昨下晡4点外已经提出公告，今仔日高等法院就会裁判决定。本院在昨日4点20分左右收到检方的抗告状，那本院以最快时间处理。那另外呢，随着检方的抗告状到院之后，被告丁富华、林佳琪的抗告状也到院，所以这个部分一并处理。那本院在7点45分的时候将卷宗整理好，送到高院，由高院收卷。台北地方法院裁定讲，牵涉到阳明山土地开发案的赵正宇立委100万交保，可能是插手着所过百岁经营权的徐英明前立委80万交保。总是检察官认定讲，若放因双人自由，可能会去讨口径，昨夜送出控告状，另外互法院裁定收押苏进清办公室的丁福华主任，佮赵正宇的助理林家琪2人，也拢提出控告。高等法院拢会做伙审查，今日就会裁判决定。就是因为立委牵涉到替所过百岁巨头家出面要求修改法律这条带，这也引起社会的注目。规定要运作法案甲政策，都要大声登记的游说法，效果哪像真有限。确实，这条法律实施到当12档，有登记的才424站尔。当然有立委承认讲，真侪真证人根本就无爱互人露名，写入去政府的文书内底。立委一体甲所过的乌西案有关系，互各界拢揣一着。民进党立委苏进清、国民党立委廖国栋甲陈超明拢去用口下禁见，毋若影响国会形象，嘛去用当作是用公法案的游说法，有哪无共款？根据统计，游说案开始12年以来，对中央到地方政府订立的游说案，敢若424件，大部分拢集中伫咧立法院，有317件。立委坦白讲，游说法已经甲现实明显有争差，有必要修法。真侪真证人无愿意去用订到伫咧政府文件。大部分的这些成型的事情，都跟利益跟对价其实也没有关系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游说法是可以修，民意代表也好，然后官员也好，他要对自己的操守跟法规要熟悉。然后不要自以为是，刚刚就搞一定俩不丢。相关的制度本身就是应该要去彻底的去规范嘛。因为现在的贪污，事实上它如果是按照最高法院比较这个严格的定义的话，它要法定职务说嘛，也就是说有职务的对价。那通常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发生了困难。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英明涉贪得到交保，区显地也是强调讲会提案修正贪污治罪条例，整理不法规定罪、不法关税罪。公道便是指出，即卖游说法有真侪问题，像讲民间团体、公司行号向立法院登记，要对立委游说，毋过事尾要查游说对象，敢乃显示全体立委，根本就无公开透明。就算你有登记，实质上也查不到他到底对谁进行游说。当一个厂商按照既有的程序、按照法规来游说的时候，社会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公道便表示，台湾普遍的民意，家己也代表妖魔化，低数民众照正常管道来进行游说，会去用街头最有利的交换，再来去用冤枉、干冤私底下敲代志。公道辩认为讲，除了游说法修法，台湾人嘛应该爱破除刻板印象。就算讲部分立委去用游说成功，毋过立法院现在时阵也是有预防的机制，会甲有纪律的法案动落来。记者综合报道。
青年问题即阵也变作高雄市补选市长3个候选人争夺的焦点。早起李美珍就召开记者会，要求对手陈其迈和吴益政拢得要签甘愿离切结书，保证家己阁有亲人袂贪污。总是陈其迈嘛应讲，选举唔通掠别人贪污的话题来叫伊坐笑，该抹黑。立委收贿案引起各界的关心，甚至烧到高雄市长补选的选战顶头。那一定也爱对方对各自立委收贿的问题讲清楚，连候选人本身甲厝内底的人的操守嘛受到关注。除了陈其迈因爸爸的贪污事件，网友嘛质疑林美珍因爸爸进前嘛有牵涉到贿选案。他的案子不是贪污啊，他没有贪污。反贪腐挺清廉应该跟模糊焦点没有关系吧？这是我们的决心。而且贪腐这件事情现在是造成社会的动荡，那我们站出来，身为高雄市长，这是最先要表态的。林美珍7号透早开记者会反贪污，会中质疑陈其迈应该对因爸爸甲党内立委拢有牵涉到所告案讲清楚，但陈其迈反击爱拿赢，唔通用伊助选的画面来抹黑。我从来跟这件案件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用我去替同志助选，那用这种画面的这种这个剪接，不当的连结影射，我觉得这个就是抹黑。另外一方面，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6号嘛批评民进党贪污是结构性的问题，反倒互提起过去牵涉到违法领助理费的问题。伊7号澄清助理费事件是制度的问题，针对贪污，伊认为应该要全面的检讨。这个制度上，包括司法制度，包括我们这个政府的哪些制度并没有被做好，让容许这么多贪腐的空间很大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要第二个做检讨。那你也不能说我刚刚唔知有啊无别人有，我唔敢讲，这个也不对。就站出来反贪污，大家一起来检验。随着补选投票日渐渐的接近，各阵营之间的战火嘛愈来愈烈。唔那是候选人，不管是团队还是亲友，若是伫这个时间点出问题，全部拢会变成对手攻击的目标。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关心国际的大消息，8月初6，美国和中国两边国防部门的头人通电话开会。美国国防部长 Mark Thomas Esper 有开声关心中国踮咱台湾四边，还有南海迄边的机智行动。不过中国是换要求美国讲唔通搁再抹黑。美国国会也有众议员提案要求国务卿，就要经过公共外交宣传对抗中国，这站真要紧。美中对抗全面展开。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议员麦考尔则是推出2个动议，是对抗中国有害影响力法案，甲美国海外资讯战略竞争法案。收款2020到2024年之间，每一个财政年度拨款3亿美金到对抗中国影响基金，要求国务卿成立积极措施工作组，透过公共外交对抗中国宣传。I think though that when it comes to dealing with China and looking at how China is pushing for global dominance, that what we have to do is say, no, we're going to do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for Taiwan is something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初6嘛，甲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电话会议，讨论两国甲两军的关系。艾斯培呼吁中国提悬伫咧疫情问题顶悬的透明度，而且关心中国伫咧台湾甲南海破坏稳定的活动。不过，中国新华社嘛报道，魏凤和要求美国停止作恶的行为，避免惊慑国野权。因为艾斯培最近真积极伫咧展开对抗中国的态度，嘛，互美中的关系愈来愈歹。That we competed much more vigorously with China than what we have been. And so we have taken this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With regard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e've undertaken a number of actions. So again, I said I focused the Department of China. We had to update our plan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at.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就要来台湾，捷克参议院维特奇嘛按算伫咧8月底，带领差不多90个人的代表团来访问台湾。这也是有史以来访问台湾层级上悬的捷克官员。捷克智库嘛分析，台湾和维特奇甲真济自由派看作是抵抗中国压力的象征，这嘛互台湾的议题伫咧捷克的政坛称在红讨论。维特奇即届嘛会见总统蔡英文，伊嘛讲团员出发进前拢会先隔离甲采检，会甲防疫做好，确保安全。
韩记者综合报道。自7月底开始，朝鲜半岛大雨就一直都无休。南韩这边上无已经有16个民众死亡，11个人失踪。南韩政府阁指出讲，北韩无照约束性通知，就连续3摆对黄冈大坝的水库涉水倒来。这阵因嘛已经准备好要面对讲大坝随时都有可能会崩。骑脚踏车的人被大水挡掉了，只好回头找其他方法。为空中协的画面更加清楚，南韩汉江的大水已经淹到公路、河滨公园也拢是水。环境部汉江大水控制站伫初六对汉江大桥流域发布9年来第一个大水预警。汉江大桥水位超过8.3公尺，接近大水预警当中级别8.5公尺。当局警告首尔、闹区、马埔、永定埔、江南、松坡这所在可能会被大水淹着。南韩为顶礼拜6就开始一直到大雨，传出真侪死伤，可能出现更较侪大水压土石灾情。首尔京畿道、中清南北道有39条公路管制，而且有中北、太北甲岭东关也拢停驶，撤离上千居民。江原道的春川市阁发生搜救船并船意外。As the overturned boat floats down towards the dam, people are screaming that there are people on board. In Gangwon-do Province, 3 boats capsized Thursday morning, leaving at least 1 person dead and 5 missing. 当时警方伫水坝进行加固作业，船只煞被缆线颠掉咧。政府甲民间机构派出2只超灵船救援，最后3只拢并船。北韩也共款大雨成灾，900人死亡。 최근에 우리나라는 이 장마전선의 영향으로 이 8월 1일부터 전국의 여러 지역들에서 매일다시피 이제 비가 내리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특히 이제 황해 남북도와 이 개성시, 강원도를 비롯한 이 여러 지역들에서는 이 폭우와 100mm 이상의 많은 비가 거의 매일다시피 내리고 있습니다. 永韩军事分界线周边城镇淹大水，南韩认定江水费大家历史新冠可能不只是甲雨势关系，是北韩黄冈大坝放大水。南韩统一部证实，7月底到即马黄冈大坝至少放3摆水，而且佫无遵守2009年的协议，事先通知南韩。南韩总统文在寅伫七日也到这视察，官员指出已经做好黄冈大坝向放弃应急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咱嘛来讲，近来7天来，欧洲的国家比利时染到武汉肺炎的人数是增加超过50%，甚至佫有多在场发生就近烧化。政府当局也严加戒备，唔但点病情拖了上较严重的都市，加设验病毒的场所，佫实施宵禁。但即阵英国、德国和芬兰也开始要求比利时的民众入境，都要隔开14天了。 La semaine passée, 535 personnes ont été infectées en moyenne par jour. La semaine précédente, ce chiffre s'élevait à 338. Au total, 3748 nouveaux cas ont été enregistrés en 7 jours, ce qui montre une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infections de 58%. 比利时的新冠病毒疫情严重，过去7天感染人数比例增加超过50%。在当增加互病房的患者人数，伫1个月以来增加1倍。互政府伫疫情上严重的城市安特卫普设置检疫中心，一天上侪会当检验4000人。各位顶个月2月开始，伫安特卫普实施宵禁，唔望减少病毒的传染。但同时，伫斯塔登佮标出有底的屠宰场出现了员工的群组感染，超过200个人必须要隔离至少1礼拜。Il faut savoir qu'en totalité, on travaille ici avec 850 personnes et la seule unité de production dans laquelle on a eu des cas positifs, c'était la salle de découpe où alors il y a 225 personnes qui travaillent. 因为这间屠宰场是欧洲上大的猪肉生产公司之一，真侪员工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为了防止疫情，目前英国甲芬兰拢甲比利时放入边境隔离的名单，只有比利时留有历史的游客入境进前拢要隔离检疫14天。而德国是甲比利时疫情上严重的安特卫普看作是留有红色警戒名单，要求捌到这个所在游客进入德国的时阵要隔离14天。另外，除了比利时，英国嘛甲安道尔甲巴哈马放入边境的隔离名单，若是违反规定，上悬会当罚1000英镑；违反伤侪届的人，上悬会罚5000英镑，差不多台票197000块。记者来同整理报道。再来讲8月初6，美国纽约州的总检察长针对保庆协会 NRA 这个大型的国会游说团体提出诉讼，指控讲因干涉诈欺，财务管理也有过失，要求要改善。不过伊直拢支持民众有权会当自由买枪的川普总统，依然是无改变支持保庆协会的态度。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周六宣布，控告美国保险协会 NRA 高层违反非营利组织规范，涉嫌诈欺、内部交易甲财务管理不当等等，要求这个组织彻底解散。The organization went unchecked for decades, while top executives funneled millions into their own pockets. For years, the NRA diverte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away from its charitable mission for personal use by senior leadership. NRA 是1871年伫纽约州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慈善机构。根据州法，慈善机构必须要向州检察长办公室的慈善部门来注册，而且提交年度财务报告。NRA 资产使用方式必须要符合成员的利益，而且会当促进组织的慈善使命。詹姆斯指控这挂高层贪污，指出 NRA 伫咧3年期间总共减少6400万美金，而且问题长期去予中心的助理，还佫有供应商做伙暗卡，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因为直接发生大规模的抢劫案。NRA 目前有困难才去用公开。NRA 在2015年有2800万美金的盈余，到2018年变做3600万美金的红字。詹姆斯控告 NRA 执行长拉皮耶、秘书兼总顾问弗雷泽、前财务长菲利普斯，还佫有前幕僚长鲍威尔。诉状书指出，拉皮耶坐私人飞行机去巴哈马上无八解，总费用50万美金嘛是 NRA 出的。That's a very terrible thing that just happened. I think the NRA should move to Texas and lead a very good and beautiful life. And I've told them that for a long time. 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现真挺 NRA 的态度，而且佫建议 NRA 搬去支持人民有情的德州，才免来面对这挂烦恼。NRA 目前的法律诉讼，预计嘛会对11月份的大选产生影响。进前 NRA 捌讲成千万的美金来支持川普竞选，毋过即马 NRA 估计要有资金实力，佫一届来支持川普连任是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台湾文史甲台湾歌谣研究的专家，也是53年台湾史料基金会董事曾永明老师，早起11点31分来别世，会寿食到79。家属他嘛表示讲会照曾老师贯穿的作风，敢若办理家祭，后事简单隆重发落。1942年出世的台湾历史研究民间的学者曾永明先生，过去真出名是收藏民间的史料上界丰富的专家其中一个。伊也时常带旅客去行台北市的大潮亭，导览讲过去。但伊的学生和网络顶头真侪人士，接到伊过往的消息，也拢表示确实唔甘。咱来来讲，早起大学入学考试放榜，录取率是91.14%，是近来3档上界悬的一档。还有科系，互人登记志愿，结果人数煞不足的，拢总欠业才51个人，这也是10年来上界加一摆。考试分发委员会就指出讲，原因就是潮港科技管理学院今年停止招生所造成的影响。今年大学考试日学分发总共有62校，1881个系组参加招生，完成志愿登记的36781个人，录取33521个人，录取率是91.14%。原额的部分呢，没有降低很多，可是我们填的人的招生的这个数目是减少了，所以你才会发现整个的那个录取率呢，它是没有再有一个往下降，而是往上提高到91多的%。录取率提悬是3年以来上悬的，全国上侪岁甲上少年的录取者分别是70岁甲16岁，总共有3260个人无调，嘛比去年减一半。今年有8间学校出现欠业，总共51个人，全部拢是音乐系，欠业是70年以来上少的，而且嘛比去年287个人搁较少。主要原因是因为潮港管理学院已经停止招生。这样的部分，它就直接就占掉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也包括着我们在其实很多学校透过不同的我们这个考试分发的管道来进行他们的一些招生。今年指考来登考的考生比例嘛是创新高，是21.41%。登考学生总共录出7177个人，嘛是最近5年以来上悬的。毋过考分嘛是以本届毕业生录取率也各有9%，认为讲无明显的影响。若是今年考试分发占所有日学管道的31.48%，比去年的32.53%搁较低。考分回讲，最近这几年拢维持3成外，因为教育部受到家长表达，考分维持一定比例的进程，应该维持伫咧3、4成。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武汉肺炎所伫管制边境，当有4间咱国内航空公司开始举办卖票，互人上飞机，伫空中飞一日，同款搁倒来桃园机场降落，这款当作有出国的旅游活动。早起星宇航空的飞行机帮起飞，阁是董事长张国伟亲身驾驶，当下真做是众人注目的焦点。机票顶悬出发甲到位的地点是台北到台北。虎航头一届飞未出国的行程了后，星宇航空接续落办理，早起11点起飞。上大的卖点是董事长张国伟亲身驶飞行机，真侪民众拢抢要甲伊翕相。要若抢无到机票的，嘛专工去机场感受这个气氛。支持性有很多方式啊，那这一班抢不到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参与，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活动的氛围啊。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他的粉丝啊，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抢购了。很难抢吗？很难抢啊，好像在第1分钟就完售了吧？还蛮酷的，而且它是真的有飞出去，不是只有绕机场一圈，所以就想说，可以试试看，然后就抢看，那有抢到，就觉得还蛮幸运的。坐接驳车去机坪上飞行机，规个机坪就亲像是游乐园同款，旅客真罕会当伫个机坪看到各种作业的车辆。旅客是真欢喜，是一直翕相，翕无歇困。要若全球疫情，也毋知影当时才会收煞。伫咧各国边境管制的措施之下，4间国际航空公司向准民众想要出国的想法，推出未出国的行程来度过这个小月。有飞才有收入，没飞也有收入啊。没飞就卖礼品啊。疫情冲击到观光产业，航空业嘛受到影响，敢若会当创造新的商机，毋若比服务，还阁爱比创意。要若针对星宇航空，才当开始营运，就拄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张国伟是真乐观来面对，伊讲加载敢若有3架飞行机，影响是比其他业者较细，嘛借着疫情的期间，赶紧充实家己，来度过这个景气的寒冬。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交通部统计讲，近来3档有超过24000个未满12岁幼囡仔，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甚至是死亡。不过，台湾人对儿童的路权保障的观念是真不足，像讲学校边的安全岛，定都拢互人占用去。交通部嘛表示讲，决定了搁加强赛车无乘让过路人这站处罚的项目甲内容。车路真危险，儿童发生交通事故的人数一直增加。根据交通部统计，最近这3年，未满12岁的儿童有24095个人因为交通事故伤亡，其中趟过车路，有向冲去大路，是儿童发生行路事故的2大主因。就在看国小生，事实上是以行人的伤亡是最高，国中生事实上是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高中生是机车，伤亡这么高，而且多年下来都没有办法下降。那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们的交通安全教育并没有落实。监管基金会表示，今年4、5月份的期间，嘛捌针对儿童交通安全指标进行调查，结果有30%的家长表示，常常看到学校附近的人行道去互占用。5成的家长表示，甲囡仔做伙骑脚踏车的时阵，直接拄到甲汽机车抢路的状况。而且真侪家长虽望期待国校的囡仔毕业了后，地当有家己上下课的能力，毋过实际调查嘛显示，囡仔读高中了后，也是有51.6%是家长伫接送，所以自细汉来教因正确的观念，也是落实交通安全重要的一步。他们因为比较小，所以开车的人会有视觉死角，这个是最严重的。那另外也不知道说车子转弯，它有所谓内轮差，你前面可能可以过，后面是过不了的。从4、5岁就要开始，让他根深蒂固，做到可以保护自己，而且不伤害别人的文化。我觉得这样或许在整个我们交通安全教育。就会成功。交通部表示，保护行人路权一直是交通部的目标，所以会扩大车辆无让行人的法则，研究无责任驾驶特定的机制。而且教育部嘛讲，从108年8月份开始，利用2年的时间来规划各级学校的交通安全课程，希望未来予学生会当透过课程，更加清楚去了解各项交通安全，培养出更加好的交通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目前的制度，敢若保障有薪的妇人人有5天的产检假。若是翁婿要陪伴太太去产检，敢若会当甲公司请事假，还是用着家己的特休假？早起各党派拢有立委出来主张讲，法律就要修改，互另外一半嘛会当有5天薪水照领的陪产检假。平常时间，有薪的妇人人去妇产科诊所产检，除非先生有向头家请事假，或者是排定特休假，若无太太甘愿家己去。有时候就是他不能排休的时候，就只能自己来，要自己请年假去陪检。即卖性别工作平等法，
保障有薪护理人有5天的产检假。生囡仔出世了后，太太要8礼拜产假，配偶是有5天的陪产假。不过囡仔出世进前，陪产检假1天也拢无，请事假会扣薪水，退休假也真宝贵。王先生陪伴产检拢爱真详细算。妇女薪资基金会主张台湾应该修法，互配偶也有5天有薪水的陪产检假。朝野各党派立委都有人表态支持修法。实际要去产检，除了例行性，还有很多可能突发的状况是需要去检查的，绝对不下5次。个人的角度，我们一定会大力的支持。那我们也会来游说更多其他的委员一起支持。今天就特别请特休，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对，就一方面也是鼓励民众生产的。民间团体认为，劳工有陪产检假有一定程度的强势度，因为劳动部2019年研究问卷显示，有92.62%的劳工拢赞成政策。企业头家各高达97.78%赞成。立委呼吁劳动部也要积极提出家己的修法版本，也鼓励先生伫孕产的过程中爱参加，也对以后家庭养育分工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新德县政府举办县内头一座焚化炉和厂商签约建设的仪式。不过会场外貌上百的民众扣白布条抗议，因主张讲县府敢若办一场公听会，真侪疑问拢无解决，就签约随要起焚化炉，实在不应该。签约完成，请掌声鼓励。好。新德县为着要解决一直以来的不少问题，决定要起焚化炉，这次甲厂商进行签约。不过签约的会场外口有真侪民众将不满，是求布条抗议。护航台龙，护航台龙，天理不容，天理不容。凤冈大片的农田种植的蔬菜稻米，也是供给大新竹地区的民众食用，但他却告诉民众说，焚化炉有利于经济发展，请问是有利于谁的经济发展？民众质疑本所的问题无应该干有焚化炉这个方式，应该提出减量的政策，而且嘛烦恼讲目前按算要起焚化炉的地，恐惊会去污染当地饲乌鱼啊，还有种植的环境。都是良田、好山好水的农地，因为你们县政府为了要兴建焚化炉，为了台龙科技，图利厂商不可以这样做，违背良心。一直都没有焚化炉，我们的垃圾的处理都是要委托我们邻近的县市来处理，但邻近的县市它的处理容量也常常是不够或不足，所以我们常常就要堆置在我们新竹县的几个乡镇里面，堆了很多，而且乡亲反感非常大。焚化炉若是起好了，大工超会当处理500吨的粪扫。针对民众提出来质疑，县政府指出，过来继续甲当地乡亲来沟通。不过粪扫的问题是一定爱面对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传染症变化，8月初6，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嘛公告讲，即时开始民众入去庙内，都要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四边的店头家嘛讲，望旅客都要拢配合，才袂阁去互指挥中心列作警戒的风景地区，害人煞拢唔敢来。北港朝天宫的防疫规定是规定信徒爱挂喙罨才会当入庙拜拜，庙方人员也提醒无挂喙罨的民众。因为最近国内一直出现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个案，中央政府宣布讲，伫人较侪所在拢爱挂喙罨。北港朝天宫初6也公告防疫措施，若准备入庙参拜，拢爱挂喙罨。前一阵子有，对大家出来就是都比较没有在戴口罩我觉得基本上其实还是要戴。中央会看疫情的发展，有需要就要强制。那我们昨天已经在我们的官网公告，我们所有的信徒如果你进到朝天宫来参拜，请戴口罩北港朝天宫表示，除了要求信徒爱挂嘴罨，也会加强庙内消毒，也特别伫庙前挂布条提醒民众爱挂嘴罨，保持社交距离。附近店家也希望来北港行大旅客，就爱配合防疫措施。烦恼是我的烦恼，大家拢同款疫情的经济拢较歹去嘛，若是会当，大家就是口罩挂出来，莫疫情搁扩大，要平常加安就好啊。
北港庙前相关的店家表示，因为疫情关系，今年4月，北港朝天宫捌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做警示景点，历史香客旅客减少真济，一直到6月才有大大恢复人潮。进庙方也加强防疫，希望来行大民众就要配合，才袂去影响到地方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地方的消息。屏东九如乡建价古厝是1910年所起的，不过到当外观拢啊保留了真完整，是传统河洛人建筑的风格。建价即摆已经通到第8代，因也甲屏东县甲古厝登录做历史建筑，未来打算要甲遮打造做教育的场所，互人来体会祖先建设的用心。红砖仔起的古厝配青色的窗仔花，头前排计3间，后壁计7间。这是屏东唯一一栋7包3的传统建筑。详细看这个固定在咧壁顶 S 型的铁啊，这号做铁架刀，保留荷兰式建筑风格，也是祖先留落来的智慧。S 型的那个避震系统，那个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很少见，那个我们就俗称铁架刀。今日建价古厝一砖一下拢有伊的故事。对1910年建设到大，即马建价已经传到第8代啊！在因的努力之下，已经把这间古厝申请做屏东县的历史建筑，未来打算要和文化处共同维护。我10年前退休以后，就是全力的来把这个地方能够把它发扬出去将来做一个户外教学中心。它虽然保持得非常完整，可是还是有一些需要去加强修缮的部分，会来协助他们去做整个修复再利用计划。这个超过100年历史的建价古厝，有文资成分了后，会当得到政府的补助整理处。建价5望未来把这个所在打造做教育场地，让人亲身到这眼界河洛人传统建筑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屏东科技大学电脑与通信学系教授和学生研究出一套会当予准备考驾驶的人体会路面驾驶种种训练的系统。目镜若关起哩，就会当实际看到赛车起行所拄到各种的路况。这套系统咱嘛摕到教育部2019智慧跨域创作专题竞赛第1名。先踩下刹车，然后踩下刹车。把 VR 目镜挂起哩，坐伫模拟驾驶位，体验者开始碰hand道路，袂输真正是伫路里赛车同款。撞到。它其实有模拟到它的撞击的感觉。对，很像真的开车一样，就是上人行道或是不小心撞到事物的时候的反应。这是屏东大学电脑与通信学系的师生所研发的 VAR 驾训模拟系统，主要是要让学赛车的人会当用系统模拟赛车的情形。我们主要是参考路线，然后再加入一些建筑跟场景，然后还有一些人物车辆，让场景更加真实。所以使用我们这套系统，实际道路上驾驶会有非常相似的效果。假使违反交通规则，系统也会扣分。这套系统也得到教育部举办的智慧跨域创作专题竞赛第1名。其实路考要去驾训班排时数，那现在是蛮贵的，然后又要花一些时间。那如果说有一个模拟的环境，先让那个要路考的人可以先体验一下，然后再上路去考，可能会比较，或是上路去模拟可能会比较安全。记者老师表示，未来希望通和驾训班合作，让要考驾照的人会当使用这套系统。并台 VAR 体检技术中心也希望透过各种无同领域的整合，继续培养虚拟实境的专业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中坑病院有一个复健科的医师李彦珠，近来伊伫 Facebook 顶头打出一篇，常常听到福建的台语，反应真好。李医师用趣味的东人说明身体各部位的台湾话安怎样叫。伊讲较早伊台语嘛无练转，是因为常常甲阿公阿嬷看诊，台湾话说愈讲愈好势。伊嘛体会甲讲学母语确实真要紧。骹盘翘起来，来出来。哦，所以哦，练到有够用的呢。伫病院巡房的时阵，甲患者检查讲话拢用台语，对语言有医生来讲无困难。最近，伊个兼做老师伫网络，甲大家身体部位的骨头台语安怎讲，想袂到真侪人到起赞分享。我就是去网络顶面去找一个正确的台文，就是讲有一个台文内底有音标，会当互知影大家正确的要安怎读这。
就是这篇福建台语的图文，因为当人的姿势真特别，嘛真趣味。即阵已经有千外人来分享，有人讲要摕来教囡仔，另外一篇教人幼儿有小等等的福建方法，图嘛拢是伊家己画的。李阳牛爱伫面册分享福建的知识，其实10当前，伊打做医生的时阵，敢若会晓简单的台语。学医生，你后壁会听袂？我后壁学医生就转过讲后壁，我后壁无物件，吼，就做好笑边仔阿嬷就讲无啦，伊是问你脚只边仔腰会酸袂啦，骹底疼，甲你讲骹后颠，迄就无共款的意思，吼，所以讲。学台语吼嘛是爱用心啦。到底是倒位酸痛，有时差一个音就差真济。尤其福建科的病人，6成以上拢是长辈，所以讲治疗师多数拢会晓讲台语。介亲切啦，嘿啊，而且有一寡迄个，但是有一寡外来语吼，医生会用伊的方式来甲阮解说啦。如果讲句我。听无，较少咧讲，就是爱敢讲，嘿，你着讲唔对，让别人会甲你讲，甲你指导。即阵真侪少年的医生甲治疗师台语拢无好，李阳牛分享伊学台语的撇步，就是敢讲，病人、同事拢是伊的老师。记者陈家军、赖伟做高雄报道。3个月前，伫台东县海端坠落陷阱的台湾乌熊仔母，8月7日早起已经顺利野放返去大自然咯。这只乌熊母健康的状况真好。台东林区管理处担伊身躯顶挂卫星发射暗棍箍啊，要记录伊活动的去处。这也是台东林区管理处第2只顺利野放的台湾乌熊。屏东科技大学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的照护团队，找来各详细检查这只乌熊猫的健康状况。因为熊猫倒边的前脚去有陷阱套掉的，所以把3支镜头切掉，兽医特别检查伊的空喙复原的情形，确定空喙已经好啊。而且经过3个月以来的观察，这只熊猫的活动力真好，确定会当互熊猫搁转去森林。初一透早，台东林管处组直升机，把这只乌熊猫载去中央山脉野放。早起7点外，降落伫咧一个林地，把笼仔拍好开。乌熊猫真细致，把4颗内仔的环境看看咧，才豆豆加入去森林。经过我们的评估啊，专家的评估，还有兽医师的评估呢，它已经具有可以野外活动跟谋生的能力啊。台东林管处伫这只乌熊猫的阿妈棍挂卫星发报器，至少会当追踪半年的时间，收集伊伫咧森林内底活动的脚印，进行生态分析。这届是台东林管处第2届成功野放台湾乌熊。第1只是今年5月份野放的公园乌熊仔囝穆拉斯，嘛是熊猫。到即嘛也是会当追踪到伊活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白鹭的季节若到，嘉义县梅山的太行川道真侪黄头路一批一批飞经过。讲到这站特殊的生态景观，船长嘛讲，有较会出现的时间就是下晡4点过。若上侪只鸟只飞来到位，就是农历8月半左右。上万只白灵狮伫山沟之间对着气流咧飞，这是嘉义县。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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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是伫咧旧历的8月半左右。从西伯利亚回来中国大陆、韩国、日本，然后再迁徙到我们台湾之后在早上从那边起飞到我们这边是刚好下午4点，所以它4点之后一直起飞到6点左右整整有2个钟头左右是这样的。阿管处表示，疫情缓和了后，各地拢出现观光的人潮，山顶的空气较好，再加上这个是1年1度才会出现的特殊生态景象，嘛欢迎民众伫做好防疫的时阵来山顶行行咧，欣赏阿里山沿线的自然风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台湾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尤其佫真烧热。敢若东南部会落过阵雨，过到中南部、北部可能会落着西北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
30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马澎湖30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天气还阁真热，不过对这块来讲，秋天已经得要开始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秋。立秋汉字写作立秋，罗马字写作罗一立。此忧秋，立第8条，秋第1条。立秋大约伫新历的8月初7到初9迄卡斗，就是我上介意的秋天，伫要开始的意思。立秋了后，若有落雨，天气就会变较凉、较爽快。有一个观众朋友咧问讲，是安怎生的我算什么拢遮准？那是因为古早人有留落来真济为这块来有迹农作物收成的经验，我就甲学起来啊。像讲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就是咧讲立秋迄天，若好天就会有好收成，农事万项会顺利。若是立秋听到单位讲猛冬，也就是第2期的稻作。收成就会较歹，所以才会讲雷拍秋，冬半收。咱嘛会当看立秋是伫今年农历的几月份来预测海冬收成的情形。俗语讲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就是咧讲立秋若伫农历6月，讨海人就讨较无食，快溜溜就是希望作业的时间会较早结束。哎呦，怕紧啦，无要紧啦，好啦好啦。若立秋伫7月，天气会较稳定，海冬就会有好收成，会大收。秋后游就是希望收入会较好的意思。若要讲好食、好佚佗的，立秋是灵应到实的季节，嘛是金针花开的时阵。咱台湾看金针花上有名的所在，就是花莲台东遐满山坪的金黄色花蕊，真正有够水。立秋，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雷拍秋，冬半收。6月秋快溜溜，7月秋
秋后游，入秋食冷饮，想花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